继续来关心中国船丙船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的事件，引起两岸紧张。有风声咧讲，金门的检方会照过失致死罪来侦办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，过失就表示毋是故意的，因会详细部署，一切拢交予检方来找出真相。关碧玲嘛证实，26亦阁有中国海警的船入去金门禁止海域，伊就批评中国小想要伫遐宣示主权。 对侦办，那个这部分会不会对协商会有一些影响？面对双方保持点点，中国快艇外界丙船造成2死案代志发生2礼拜，因为还未达成共识，中国家属甲代表游园带伫金门，也毋过咱国海巡署，包括副署长柯正指定官员煞透早办理退办还贷。 海巡署表示，协商继续进行，专案小组是暂时等来台北开会，下昼已经过返回金门，进行第9摆协商。有周刊报道，因为中国快艇甲咱国海巡船舰外观拢发现弄凹的痕迹，所以专案调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。佮要了4名中国渔工拢无渔民证书，驾驶也无相关证照，就我1年实际将事掠鱼的经验。渔工一直向咱国水域来，海巡人员才会足伫后壁强制处理。本署对于海巡队 及陆方相关人员，是否应负刑事责任，是否涉嫌何种罪名，均无预设立场。那目前本署积极侦办中，那请各界不要随意推论。 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回应，过失代表并不是调岗，强调愿意接受检视，静待检方找出真相。关碧玲也证实，26阁有中国海警船进入金门禁止海域，讲这个举动政治意涵悬，未接受中国想要以钓鱼来模式宣示主权。有1艘是进来禁止水域，有4艘是进来限制水域，进来的时间不长。好，钓鱼台的模式，我们是非常不愿意接受。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，海上相关目标动态，政府拢有正案，会搁加强处理措施，按照 SOP 处理。他只要没有靠我们地面部队会造成威胁，那么其他海军的处理我们不再做额外就做什么表达。面对中国一直亲门大户，国防部长柯国正指出，战备规定清楚，若无威胁到地平部队，国军未去介入。佢表示，无希望发生任何作战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